真係一個好有人情味、好有創意嘅一個七姑姐開店。咁啊，睇到我哋大家咧都好開心，即係原來世間仲有啲咁有正義感嘅人嘅嚇。好啦，時間過得好快，唔轉眼間呢，善夜節子專場咧就嚟到節目嘅尾聲。咁我哋今晚嘅壓軸好戲呢，就係一個係創意係嚟自趙振宇，而編導呢就係陳少梅老師，我為大家送上嘅《西楚遺恨》。咁故事呢，其實就係講述呢楚漢爭霸嘅時候呢，漢朝嘅大將呢，韓信，佢就用咗10面埋伏呢，就喺九里山嗰度呢，係打敗咗楚霸王嘅項羽啊。咁啊並且呢，係喺垓下呢個地方呢，將佢團團圍困住。咁啊項羽喺垓下久久突圍都唔能夠離開呢，於是心情呢非常之喪妄，而且呢係非常之失意。咁佢回到帳中嘅時候呢，佢嘅外姬虞姬呢，就見到咁嘅情形呢，唯有呢就係勸走舞劍，希望佢呢係重拾佢嘅信心。但係就係再打呢個心理戰呢，就係四面楚歌，令到呢係項羽覺得呢係已經係全軍呢係輸晒㗎啦。喺呢個時候，虞姬為咗減輕項羽嘅心理嘅負擔，於是呢係喺劍舞之後呢，就係自刎身亡嘅。咁其實究竟虞姬佢呢個做法對項羽係一個好嘅影響，壞嘅影響，事態變咗係點樣呢？有請大家細意欣賞以下呢個由紅豆粵劇團嘅文武生同埋團長歐海明先生飾演嘅項羽楚霸王，同埋趙振宇先生飾演嘅虞姬。好啦，為大家送上嘅《西楚遺恨》。
銀槍飛舞的膽量，看楚漢相爭兵戎相壓向，九里山前生死戰，沙場敗陣今此上。間計恨網羅，率軍回營，屯兵守望。非此前。大王請上座。非此請。槍挑數員看將，奈何敵眾我寡，難以取勝啊！勝敗乃兵家常事，如今避得未受，與大王對飲幾杯，可消煩憂。有勞於己。上眼紅雨，憑金不槍鐵馬，決呢干氣，成就我西也錯百大王。我楚軍10萬警兵力敗沙場，大王獨中勝負
一好戲滿謝妃子。此乃天亡我錯，非戰之罪啊！大王，趁這月浪風高，秋高氣爽，何不迎前信報，且散煩心啊！哦，大王，請。妃子請。月色照灑銀啊！光樹有棲芽調，人夜裏風也冷靜，減侵那路東我。成就我西楚花和，難道今日真係大勢去？嘿，虎踞馬上半道關山，豈可別色在迎？戰鼓響，聲震奮揚跨戰馬，手提金槍氣壯，絕賽上勇戰灑精血，馳騁黃沙稱號啊強，今遭10年埋，成為銅牙喪，項羽甚悲愴，蒼天滅楚國。楊守文
生死不定當。哎呀，四面楚歌，難道楚地盡淪喪麼？啟稟大王，敵軍四面人已從敵軍而來啊！在探助入北。大王啊，堅守營地，等候當東救兵，再突圍再戰啊！突圍再戰麼？各路諸侯兵馬已集結垓下，看來難以突圍了。敵經合圍從天降，敵中我寡盡傷亡。8000子弟雖強悍，若然殉國，怎對江東父老高堂？天大航如傾覆西昂。愛機離別了，此話怎講？命人護送你逃生去吧。十數載恩愛夫妻分離別往想到此故痛切肝腸。大王，馬通大爺馬。白呀無罪，我嘅孝寶媽，離場西兵力，莫非你要帶孤家？但為你也知孤家大勢去，我嘅好罪逃生去吧。
佛山係氣蓋世，是不你係追不那世，追不那世，奈何來？處高光絕崖，不宜攻入。明早特為求救也未遲，虞姬避得美手，撩盡心意。大王請有勞愛己。與
得了啊！好，妃子快快提官殺出重圍。大王啊！花雕安殺出重圍，反江東再隨兵添謝，期望江山一統啊！如機拜見大王，大王不要再掛慮如機，快特為取吧！啊！孤不能離開如姬，我嘅好愛姬，你還是隨官得為去。